一程 call 車最後要跳車逃生。事發喺曼谷朗鑑區，一個女學生喺 Rama 2上車，準備返去棒棒嘅屋企，但去到目的地個司機冇停車，仲加速繼續行，開始偏離原本嘅行程。個女學生發覺唔對路，就開始用手機錄影。個司機發覺之後就鬧佢，仲想拍跌佢部電話。去到 Peck 省81嘅燈位，個女學生決定跳車逃生。佢身上有多處擦傷，額頭亦都腫咗。好彩當時即刻有人幫佢報警同保護佢。警方喺4月23號拘捕咗一個22歲嘅男人啱。佢承認用佢爸爸嘅 ID 接單做煲司機，仲話已經唔係第一次。至於點解佢停車，佢話乘客定位錯誤。當警員問佢有冇跟 GPS 行，佢就冇正面回應。更加離譜嘅係佢承認自己長期飲卡痛水同埋吸大麻。警方已經以非法禁錮、導致他人受傷同違規用車起訴佢，再等驗毒結果，如果有就會再加控。call 車真係要小心啲，上車前記得將行程 share 俾屋企人或者朋友，等佢哋可以一路睇住你去到邊。